台中先生一件景观咖啡汤，头家付钱前用7个年份的食品做出几道重口味的手工棒包肉。提名路向网页受欢迎，付钱前本地是一代长冲茶的师傅，从外种30年过后，以归故乡开垦阿爸留下来的山牌地，想要完成开景观咖啡汤的梦想。不过，伊的圆梦过程是唔顺利哦。2004年的7水灾，同2009年的北北太水，先后同伊的心血如大坏枪枪。不过，付钱前还是坚持梦想，更加也引起也经营的网页有成绩的。小小个爆地板，炒5万个油已經滾咧，羊肉湯焦焦咧，個凍伊包燒。鑊度噼里啪啦響，油到包燒棒還未彈出黃白，當伊招船附近產弄個套工作室地板，遠定高溫幫包燒棒。如果包燒棒綁好咧，手手係同將起爆嘅包燒棒用冷氣夾夾材料過來裝套，讓家人合作嘅當好，油未開。2年來嘅招船，工作室地板攏係按摩限，附近產開景觀餐廳也兼做手工包燒棒，因為品質好，當收到反應，就問多多做唔撇。去看天陽，一樣得啥都安排1米花。就衝強迫性嘅喂，捱嘛要啫嘛，安埋喺度蝕啦，咁個蝕落就感覺變形，整樣嘛按摩好先，又按多樣賣，呀種蝕落，基本相關脂肪又冇囤積嘛，梗係奶油嘛，所以較磨好，咁種啊都見上，也應該是嚟個做比較好些的。日擺看天陽是包燒棒嘅經驗，附近產有了靈感，佢天研發好食又抗菌嘅包燒棒。佢試定用切烏油來替傳統嘅嫩油，製作過程又要差別，所以食起來是得同市面上賣嘅無相關。我本就是先炒好，將種東西用淥用敲嘅，用敲在表面上，咩，度傾香味香來，就佢將落去向下綁起來，將其中攏冇蝕到。附近產唔單止研發製作過程。所用到嘅加拉貨也攏自家設計。你看這個是用鐵呢，經扭。種鐵呢，溫度呢冇油啦咯，其實冇啦，不燒了不硬。所以我哋用壓式嘅，佢做車要嗰種要進氣排氣嘅，入氣跟排氣嘅嗰原理。所以壓式我哋講，我用吉他嘅，個壓式頭我咪聽咗嘅，然後要熟悉嘅聽咗我就做旋轉爐。其中我呢個嘢貨我吉他，氣力通得我吉高。雖然機是得克服設計嘅需求，不過萬呢歐貝彈嘅包燒棒唔係技術得控制，所以就算做些嘅事，已經做好完善嘅防腐裝皮，但係不是外露到。佢要彈起來啊！彈起燒就不然佢就會走入去啊，更緊嘛買啊！羊嘛買啊，人攏買啊，人攏起啊。唔通炒起佢愛緊磅啊，緊磅緊調油按燒，佢調就是這麼調到調，鹽一緊啊是，鹽一緊日式唔得標配啦。唔見到炒到比好些多條毛，鬼通到手貨拿來打通配嘞。無限劈包燒棒，附近產係無好限，人佢嘅手需要小姐下呐。半年來，佢用心經營了啲阿爸留本期嘅日間外嘅人氣，後生時同我爸做汽車修理，人眼目就係30年過劈，可能係離開退休咧，將故鄉嘅想法而遷弄咗，所以佢要長到錢了後，佢幾天將來開墾了啲已經荒廢嘅山牌地，打造一個景觀咖啡廳。小樣時同睇啊，邊個把件內容做些啊？小樣時都拖起啦，拖山頂啊，
像哎呀，一山，无做嘛大同派啦，啊，后生有哩，就叫忙做啊，安尼啊，啊，特山嘛好良了啊，啊，个是就是另外一种的人啊，安尼。将故乡追求梦想，傅庆灿无强人天寿，自家一步一步慢慢嘅开垦。我将来我做时吼，我先用拍的，先拍一撮，哎，不用付钱，啊小的，啊，就比讲哎呀，山係冇計現啊，冇計現，就要發拖落去做，啊，那樣我就選做，咩，喺做較刺激，咩像我用怪獸嘅咯，因為是卡落這樣做，啊，這樣冇一個現啊。當無簡單用拍3年外嘅時間，延期大概有個現，殺到到輕易水災。農種講係流拍啦，流拍我講說冇天冇水。同土到新灣嘢好，你想愛去做啊，冇做啊，想啊好啦，睇嚟嚟，佢嚟做。甲當時幾天重新來過，冇想到考驗還未結束，又來一個八八風災。做到4年呢，又個來一百水災，因為個要個淹到，啊淹到有時候，因為個做啊，比前幾較冇咁嚴重嘅嘛，因為個做。經過2擺嚴重嘅損害，親戚朋友弄見傅慶燦歸去收拍，幾千萬嘅投資就轉做交本太自然嘅學費，不過佢一直冇放棄。也是我演嘅夢吼，都我牙齒緊咬緊吼，因為我經驗我改做起來，甚至講做到一半就冇做都冇堅持咧啊，第一擺都堅持，第二擺都冇堅持啊啥無解，聽冇？6個一箱。傅慶燦也冇嘅努力同堅持，感通表露體持證運，2年外前，佢放棄本來嘅條路，決定來延期天壽。點一滴啊，開始做，啊，有一擺7、2歲，再佢連續拄到2擺啦。做完嘅前期，伊家養起來嘅吼，伊家成型起來嘅，啊，拄到太需要去大家芯片咁打起來。啊，我看到就是這樣，唔做安尼，什麼鄉體人看到安尼嘛，都唔甘啦。饮料是风味料理的饮料嘞。风味就是风味料理的饮料，他们厨房他们都会他自己搭配给你们。哦，都有。对。所以说，一般的我们就是不建议他，你就是有肉火锅的话，它就是没有饮料。細漢時記憶當中嘅三排鐵，傅慶燦同佢變做景觀餐廳，經營嘅唔滿難，唔驚2擺風災嘅打擊，堅持重建。傅慶燦將故鄉萬事夢想，也豐富事業天一春。